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一就好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 不用食堂剧透课语，我快熊，我是伊克里杂 J。耶，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主题，让我现在心情有一点好哎。我看你的那个笑脸迎人啊，看得到我的嘴角的那个角度呢，大概有180度，这太夸张。可是你可以看我鱼尾纹，笑到鱼尾纹这边了。你看鱼尾纹很多吧？因为笑得很没有，不会啊，看不出来。所以今天要介绍什么呢？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 BL 相关的戏剧作品。嘿，那什么是 BL 呢？顾名思义 ，BL 就是 Boys Love， 正确 ，Boys Love 的缩写。那中文呢就是男孩的恋爱。好的，那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BL 作品呢？根据我们的网友统计，2024年，光泰国、泰国、日本、韩国、台湾推出的这个 BL 剧呢，你们知道大概有多少部呢？很多，对，居然有100多部，真的很多这表示什么？平均一个礼拜至少10部没错，而且呢，这些 BL 剧呢，在 OTT 平台点击率也都超级好的哦，至少都是几万次起跳的，不像我们两个的剧透各语点击率，至少都是40个人起跳。好了，真的讲到了BL 剧，其实已经快要超越偶像剧的产量了，所以表示说这个主题真的是渐渐的受到影视产业的重视。现在呢，这个越南、越南跟那个柬埔寨，这个很难柬埔寨也都开始跟进拍摄 BL 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了。不过呢，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想认识到底什么是 BL 所以呢，我就跟伊克丽丝姐姐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BL。Boys Love BL Boys Love 我可以讲了我要来点硬知识嘛，对不对？硬一点的，其实这个呢是源自于日本的次文化，指的是由女性创作，以服务女性读者为主，从女性的观点来描绘男性之间同性爱的作品。意思是在讲读什么应该角度来出发。那故事中的男性通常都是注意美男子就是跟我一样的美男子。你其实真的长得蛮好看的谢谢好而这些美男子呢，会展开宛如言情小说、浪漫偶像剧、梦幻罗曼史的爱情故事，就是爱情故事，里面会有撒糖、甜宠、相爱相杀各种情节，来力求让观众的心跳加速。蹦蹦蹦蹦，我就知道你会给我来这一招。对，也就是所有你想得到的那些甜度破表的恋爱情节，都会出现在这个 BL 作品中了。对，透过校园、古装、奇幻、穿越等等现在流行的各种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 BL 作品呢，跟同志作品，大家可能会有时候会搞混嘛。对，因为他们都是以男为主角，对，所以呢，很多人会把他们认为是一样的，but 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没错，在台湾有很多人常常把 BL 作品和同志作品搞混，为什么呢？好，因为 BL 最早在台湾发展的时候，大家都把它当成同志作品来看，所以自然而然就和同志文化连在一起了。甚至呢，有些人在探索自己性向的时候还会把 BL 当成一种参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台湾 BL 文化和同志文化很容易就连在一起。
不过事实上真正的同志恋爱跟 BL 描述的恋爱是完全没相容的，没相容，完全的不一样。那虽然呢都是在讲男生和男生的恋爱故事但当我们在看同志电影的时候，像是李安导演的《断背山》，对，还有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就跟韩国超红的 BL 剧《语义错误》，或是也很红的日本 BL 剧《被擦掉的初恋》完全不一样，完全不相容。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说的BL 作品是从女性谁某英的观点、女性的想象和幻想出发，所以会有比较不贴近真实的浪漫情节，超浪漫、超撒糖、捧脸激吻，好激烈暧昧搂腰，好激烈而同志作品则是从同志的角度出发比较贴近真实的同志生活。幻想跟现实呢，总是有落差的。对，那一定很多人会想问，女生为什么这么爱看2位男生谈恋爱呢？我要好好来说一下。大家想想看这市面上有很多爱情作品，对不对？其实都会有固定的公式，这什么意思？大部分都会设定成男强女弱的故事情节看多了渐渐就会觉得那些故事距离自己太遥远了，好不好不如跳脱出来，毫无压力，完全没压力的欣赏2位帅哥谈恋爱对不对？还比较赏心悦目原来是这样子对啊，对，那你说的那些爱情的固定公式呢，最有名的就是霸道总裁系列 Chapter 1，男主角是一名年轻富有的商界精英或是上流人士，外表高大英俊，为人自大、强势、粗暴、霸道而冷漠孤傲，用情专一。女主角通常出生于普通家庭，相貌平凡中带点可爱，反应普通，没有过人之处，性格善良、纯洁、胆小。随着故事推进，女主角开始崇拜了男主角，男主角突然狂热地爱上了女主角，而且表达爱意的方式非常的霸道和粗暴，完全不管女主角的心情。最后女主角被男主角的行为所感动，两人坠入爱河，女主角嫁入豪门。或是呢还有这个黑道大哥系列 Chapter 2，男主角是超 man 的硬汉。等一下你这样子哪有超 man？ 这样男主角有很超 man 吗？这样太台味了男主角是超 man 的硬汉，在组织里面当大哥，外表高大英俊，讲义气，重感情，最爱保护弱小，看到危险第一个冲上去挡。不过谈起恋爱来反而超级的木讷。女主角通常出生于普通家庭，相貌平凡中带点可爱，反应普通，没有过人之处，性格善良、纯洁、胆小。随着故事的推进，男主角爱上了女主角，因为仇家过多，总是让女主角深陷危险之中。男主角总会在千钧一发之际为女主角挡下刀枪棍棒，女主角开始崇拜男主角。最后女主角被男主角的行为所感动，两人坠入爱河，女主角嫁入黑道豪门。还有这个恋爱桥段校园学霸系列 Chapter 3，男主角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外表高大英俊，脑袋就像超级电脑一样，什么科目都可以考第一。可惜高 IQ 低 EQ。女主角通常出生于普通家庭，相貌平凡中带点可爱，反应普通，没有过人之处，性格善良、纯洁、胆小，但很崇拜学霸男主角。OK， 讲到这边大家注意有没有听到我们的伊克丽子姐姐？真的念了3遍一样的内容而且完全不是复制贴上呢。我有尽量这个口气不太一样，好不好？不过是说到底为什么你的男主角都要高大英俊不过是说为什么那个女主角是不是一直都有点弱小，有点平凡，不是被男主角选就是等男主角救，还要崇拜男主角。难怪这些女生就想要跳脱这些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套路，来看这个2个帅哥来恋爱。有完全有 get 到我想要讲的，没错，凯翔说的没有错。如果我想要更深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男主角不是一男一女，一个谁来，一个谁没，反而是2位帅气的男生在谈恋爱，
他就完全摆脱了男女二元对立、男强女弱那一套，甚至那个镜头里也不需要凸显女主角的美丽，只需要拍摄男主角的帅气，然后女生也不会被任何女性的刻板印象捆绑。哦，我就一定要很可爱啊，我一定要很弱小啊，我一定要很善良等等。什么意思？是可以完全当个局外人，慢慢欣赏龙改帅哥的恋爱过程。我怎么觉得你讲起来有点高兴的感觉，而且听起来真的有够喜欢呢，而且很投入，有没有很投入？对，所以呢，这些 BL 作品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女性观众群。那这群热爱 BL 的观众呢，通常会自称是腐女，对，或是腐女子。那这个词呢，其实跟 BL 一样，是起源于日本哦，大概是在20年前才被创造出来的。那当时呢，日本有一群非常喜欢看 BL 作品的女性支持者，因为太沉迷这类作品，所以呢，就用自嘲的方式将妇女的妇换成腐，报复的腐，对，来表现自己喜欢 BL， 然后喜欢到无药可救。哇，这时候呢，才用腐女子、腐女来称呼，来形容热爱收藏啊、阅读啊、欣赏啊，甚至亲自创作 BL 作品的女性支持者。哇哦，没错。那这些女性的支持者其实想要摆脱传统男强女弱的框架嘛，对不对？而这样的心声，随着性别平权越来越被大家重视，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 BL 的作品也越来越多的原因。不过 BL 作品光是在剧情中一直撒糖是不够的，对不对？所以渐渐就有很多那种什么奇思妙想的情节出现。有些题材可说是异军突起，成为风潮，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部以大叔为主题的 BL 作品。你怎么笑那么开心啊？不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说要看两个帅哥谈恋爱，然后我说我们要介绍一个以大叔为主题的 BL 作品。这个大叔怎么了吗？好了，抱歉。这位大叔其实像是成了全日本最具代表性的 BL 角色，好吗？对啊，这一部日本的 BL 作品《大叔的爱》，大叔的愛，嘿。阿叔的愛拍謝阿叔的愛原本呢是2016年日本电视台推出只有1集的特别篇，没想到啊大受欢迎，超级受欢迎。对，所以呢在2018年呢就接续推出连续剧 TV series， 就算是安排在深夜时段播出对，你知道呢他在网络呢还是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获得空前的回响，并且呢拿下了第97届日剧学院赏6个奖项哟，超厉害的，真的很厉害耶，可以说是日本 BL 影剧作品的重要里程碑，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哟。对，我是真的觉得很推荐给大家看这一部作品那这一部修改大叔的爱是一部职场三角恋的 BL 喜剧，因为喜剧看了心情就会很好，你知道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大叔的爱修改第一归剧情简介，那第二季呢？我觉得第二季也超好看，我觉得第二季我们下次因为我们总是要先从第一季经典的开始，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修改经典的第一季，我们来介绍剧情来溜。Let's talk。春天是一个30歲單身哥，幾日的想要談戀愛，頭不娘，撒一車都冇遇到適合的對象。主角春田是一位33歲的單身男子，整天想談戀愛，想結婚，卻一直沒有遇到合適的對象。有一日，佢發現到自家當尊緊的有冊鋪裝。天樓地度竟然有櫃台台假的相片。有一天，他意外發現自己尊敬的黑澤部長電腦裡居然存了一堆他的照片。初太強張迪，原來有冊鋪裝一冊條條綜藝劇。震驚之餘，才知道原來黑澤部長一直暗戀着他。鋪裝沒第二時間同春田表示心意，希望春田早點接受佢。部長也順勢向春田告白，希望春田能夠接受他的心意。春田動動啲嘅時候，愛用嘅飛有冊鋪裝家下。
正当春田苦恼该如何回应黑泽部长的时候，那一呢，公司新来的男同事按到梦灵胎，同时今日同春田共下黑，今日同春田表示心意嘞。另外一位公司的新进男同事，同时也是春田的新室友木林太，也跟春田告白了。部长同男同事都动上忙啲嘅追求佢，在部長與室友猛烈的追求下，春田對條蛤蟆無法度接受，慢慢地啲嘅起解心意。主角春田從一開始的抗拒，慢慢了解了自己的心意。親密，春田為你嘅結天咯。最後，春田將情歸何處？刚刚我们讲到呀，大叔的爱，阿叔的爱，它是一个喜剧风格的 BL 小品哦。对，那观众们呢，可以从头笑到尾，真的可以。我们真的是从头笑到尾，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要大家一起看，大家一起看。因为可以大家一起笑，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好，对不起，对不起。而且呢，BL 作品中呢，该有的撒糖情节，大叔的爱也是给他使用的淋漓尽致，超越想象，再超越想象。像我自己看到其中一集的片段哦。就是那位大叔部长，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开车送男主角回家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车尾灯还特别换成爱心的形状，很夸张。当男主角一下车的时候，就对着男主角散发满满的粉红色光芒，这真的出奇制胜哎！对，我觉得听众朋友听我们这样说，可能觉得什么意思？我觉得真的要自己看，因为你会觉得那个画面很违和，可是又很厉害，而且我一直觉得他那个一直闪一闪嘛，有点像是，可能是有点像在打那个摩斯密码的感觉，有没有？你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了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就一直觉得很想笑，可是其实又蛮感动的。我永远都记得我在看第一集前面3分钟的时候啊，就出现了那个大叔，我想说哈，这样我看得下去吗？我们没有要人身攻击啦，对。只是就是蛮意外的，对。然后我想说，之前那么红啊，我还是要给他认真看一下。结果居然就慢慢的陷入这部戏的魅力当中，停不下来。我必须说，除了剧情啊，它的剪接及节奏，还有配乐，还有演员的表演，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我们要认真夸赞一下啦，好不好？所以难怪难怪它是 BL 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人气历久不衰。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它有2大突破，可以吗？好，它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它打破传统 BL 爱情剧的美少年偶像恋爱公式。没错，这是为什么我跟凯翔挑这一部的原因，因为我们一直说2个帅哥美男子2个帅哥这一部一个不是美男子对，不是，一个是大叔，另外一位是小可爱，可以这么说，小甜甜可以这么说。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一开始提到作品就是服务女性观众嘛，对不对？所以主角一定是帅气又俊美的2位男生啊，就算配角也一定要是俊男美女，对不对？好，我们刚刚已经说很多咯，但大叔的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角色设定有突破框架，他反而意外的引起观众共鸣。对啊，所以呢，这部戏呢最让人惊艳的角色之一就是那位大叔黑泽部长。我跟你说，黑泽部长50几岁，夹杂着白头发，而且还给我油头。完全不符合偶像剧男主角的标准，我觉得蛮现实生活中对会出现的真实状况，真的。可是呢，他又很霸气，好没关系，又给我很深情。说到这里，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很想去看了呢？还有那个大叔让人哭笑不得的求爱方式，就是因为这种反差，让他成了戏里面最抢眼的角色。我们说，谁说这个大叔不能谈恋爱呢？谁说长那样的大叔不能谈恋爱？好好聊天。对，
其实部长那种超直球的告白哦，是很霸气又真诚的，而且可以堪称是本剧的名场面。对，还有剧中的男主角春田创一，俗称小甜甜，对，他看起来呢一脸憨厚，行为又迟钝，优柔寡断。虽然不是一般浪漫 BL 剧中男主角帅气的样子，但大家还是会觉得哦，他超可爱的哦。我看到第2集的时候就觉得他其实很帅耶，拜托，人家也是日剧的男一好吗？只是他不是现在流行的那种美男子，好不好？对啊。现在流行那种什么奶油小生，对不对？车银优哦，对，那还有一位男主角呢，是年轻又超有自信的木林泰。这种型的角色，光是存在呢，就会圈粉一堆人。对，因为他长得蛮可爱的哈，真的是蛮帅的，应该算是本剧的颜值担当了。No， 我觉得是大叔黑泽部长。可以。好，那这部戏呢是让这3位男主大谈三角恋，同时加入了日本无厘头喜剧的特色。喜欢。该搞笑的时候一定让你笑到喷泪，该感动的时候又突然戳中你的心，对不对？是。好，不止如此哦，这部戏还融入了一些日本的社会议题。好，大叔部长的角色不只是为了搞笑或担当工具人，我好坏，我说他工具人。他还带出了这个熟年离婚、熟年出柜这些议题啊，正好呼应日本人迈入高龄社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大家不止日本迈入高龄，好不好？台湾也要迈入高龄的哈。所以他把这些元素融入角色，让 BL 作品多了点层次，然后也让大家更有共鸣了。是，所以饰演部长的大叔，他叫做吉田刚太郎。他因为这部戏人气飙升哦，那他说黑泽部长呢，可以算是他演艺生涯的代表角色哦。所以我还 follow 了他的 IG。 竟然对啊，我很难得 follow 一个大叔的 IG， 好不好？很酷。好，再来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第二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就是用大叔的温暖和幽默打破文化界限，掀起翻拍的热潮。而且我俩非常改重饶，真的很重要，因为一个好的戏剧 IP 它是可以被其他国家翻拍的哦，所以你要被翻拍，当然一开始你要高人气、受欢迎。对。再来就是要具备了普世的主题以及剧情框架具有弹性。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很容易就可以将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融入在戏里面，进行改编，让不同地区的观众也可以得到共鸣。你看哦，虽然剧名叫大叔的爱，对不对？强调的是大叔，但其实它的核心讲的是爱情的追求和自我认同，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就是跨越文化、跨越性别界限的普世主题，所以大家都很能够感同身受。再来，那它的故事背景是不是设定在职场？对吧？职场是很多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啊，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翻拍，都可以很自然的套用到当地的职场文化，所以观众朋友也不会觉得违和。最重要的是，虽然它主打 BL 题材，却跟主流唯美梦幻的 BL 故事不一样，剧情真的很轻松又很幽默，带着温暖的情感，所以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好疗愈哦，疗愈的感觉。就算你真的不是 BL 的爱好者，也可能会被这部剧吸引，所以这部大叔的爱自然就成为适合各国翻拍的 IP 了。那被翻拍的版本有哪些特别的地方呢？香港呢，在2021年翻拍了《大叔的爱》香港版。那根据网友的回馈，港版在角色设定上有加入华人社会的家庭元素，例如日版男主角是妈宝。对。但港版的男主角呢，把妈宝的元素拿掉，改成男主角跟姐姐的关系很好，感情很好所以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中就接受姐姐的照顾。这样的设定呢，更符合华人的文化。所以是解宝吗？可以这么说。另外呢，泰国呢也有翻拍。对。那泰国呢是在2025年年初推出《大叔的爱》泰国版。那在这一版中呢，加入了泰国作品特有的浪漫与戏剧张力，情感描写更加的浓烈。剧中的角色呢表现得更为热情奔放。那3个版本呢都是拍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是文化背景，选择最能够引起共鸣的版本。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找时间来比较看看。可以哦。像我就会蛮想看泰国版的《大叔的爱》。为什么？因为从那个海报来看然后呢，那个泰版的大叔好像比较帅。
好像比较符合我们想象中的 BL 的那个设定的感觉，对不对？你这样子，黑泽部长真的很伤心，好不好？但是日版的真的很好笑，真的，这样也比较好吗？其实我也是想要看泰国的版本的，怎么办？不过，我是很想要看到泰国版本要如何诠释幽默，因为我觉得泰国戏剧其实很幽默好啦，我应该还是会蛮好奇香港的版本，毕竟我们小时候都在看港剧啊，对不对？会很想知道网友口中的港式幽默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哪个角色变得很像周星驰？不过仔细想想，大叔的爱真的很了不起耶！之后还会不会有更多国家翻拍大叔的爱呢？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对，那各国不同版本的大叔呢，到底还可以谁跟谁配对呢？我自己也是蛮期待的哦。是的，那这也是 BL 剧的一大特色，就是 CP 配对。哇，这很重要。嘿，那所谓的 CP 呢，就是 couple 的缩写。我念对吗？对啊 ，couple。你是要吓谁？我怕太台式，大家听不懂。couple， 好了，简单来说呢，就是荧幕情侣，像是邱泽配徐伟宁，刘以熙配蔡秀彬。哇，那个2024年年底被讨论到一个极致，对不对？像杨丽花一定就会配许秀妍。等一下，刘德华就一定要配关之琳，怎样？等一下，你这也太跳动了吧？但是给过不是吗？刘德华就是要配关之琳啊，杨丽花就是要配许秀妍啊，年代好像不太一样。拜托，CP 组合从以前就开始了好吗 ？OK， 可以。那 CP 组合的操作真的是很重要因为 BL 剧里面的 CP 组合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剧情本身观众就是靠 CP 组合在戏里戏外互相撒糖放闪才继续追下去的，所以呢，这种行销的手法叫做 CP 营业。像泰国 BL 剧操作 CP 营业，我跟你讲，非常的成熟。对，因为粉丝呢不只爱看他们在剧中谈恋爱，连私底下的互动都超级的关注哦。像我听粉丝分享过，他们没有拍戏的空档，对 A 男主角呢会邀请 B 男主角，真的去他家玩呢，还玩什么交换衣服穿，然后呢把这段互动的过程拍成短影音，很多啊，对，然后再分别放上个人的频道，就足以让粉丝尖叫连连。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因为他们这种 CP 营业其实就是互相成就意思就是说他们这样子的 CP 营业如果很成功的话，他们就可以一直接演不同的 BL 剧的主角，意思就是每一档戏的情侣都是他们。对，好奇特的感觉哦。那行销团队呢会为他们制作周边商品举办各种周边活动，像是一定要一起开演唱会，一起办粉丝见面会一起拍 MV一起开设专属频道等等，所以就可以满足很多粉丝的需求。虽然说很多粉丝都知道这是为了行销而进行的营业，但是大家还是很买单，所以这些 CP 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品牌了。不过 CP 营业也有风险可以想象你想想看粉丝期待很大，对不对？压力其实也会很大那如果说这些 CP 没有继续合作，想换搭档，其实是会引起粉丝的反弹就说不准，然后许多粉丝是不能接受的，会觉得天哪，你们怎么分手了？不可以。所以 CP 营业对 BL 剧来说其实是把双面刃。那除了刚刚提到日本、泰国的 BL 作品我们台湾的 BL 作品也塑造了不少高人气 CP 组合像是 History 系列的 CP 组合在日本也是非常有高人气的而且呢，这2年 BL 作品呢也有入围金钟奖，是备受肯定。对，还吸引其他国家去翻拍。相信呢，我们台湾未来也可以用 BL 作品来跟其他国家一较高下。哇塞，你讲的时候，你那个脸部表情真的是一副很 proud 的，就很骄傲的那种感觉一定要的。听你说完呢，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影视作品不只是大众的休闲娱乐，其实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啦，对不对？所以你刚刚那个脸才会这么高啊。对，期待。那今天分享这个 BL 作品呢，它不只是一种娱乐产业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像我们在轻松追 BL 剧、追 CP 的同时，打破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就会让更多观众意识到爱情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是让大家慢慢关心性别平等、同志权益的相关议题。我是不是变严肃了？所以我相信 BL 作品的未来不只是女性的浪漫幻想也会是一种推动性平的文化力量。
我觉得它很像一座桥，你懂我感觉？因为它把现实中的同性恋议题和 BL 的幻想世界其实连接起来耶。所以观众不只是看到爱情故事，我觉得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氛围的变化。没错没错，甚至是对多元性向的包容与接纳，是吧？没错。好的，那听完我们伊犁姐姐感性的发言之后，我们马上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给你给哈嘎发。哇，立刻就跳走哎！不过真的要来教大家客语了啦。对了，没时间了啦。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10个不 OK 的生活习惯。哎呦，这个灵感呢是来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大叔的爱其中一个名场面。我知道哪一场，就在第1集里面。第2集，对不起。对不起，第2集，然后呢？是第2集，这个部长呢跟新同事为了要获得男主角关注，所以他们在那边争风吃醋，在那边吵架。对，在天台。对，在那边争说谁对男主角比较了解。对，然后部长就会说他很可爱，然后第2个优点是他太可爱，然后结果另外一个男的说我知道他的缺点，你知道吗？他就巴拉巴拉把所有的缺点都念出来。对，然后竟然有10个缺点。对啊，他说什么优柔寡断啊，有起床气啊，衣服乱丢，鞋子乱放，你还记得什么？爱挑食啦，对，不洗碗啦，还是路痴啊，动不动呢就说你这可以吃一口吗？每次都忘了夹子，还很爱趴睡啦。趴睡这个超经典的，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能趴睡？奇怪不过说真的啦，是谁没有1-2个不 OK 的生活习惯呢？今天呢，我们就从网络调查里面挑出10个现代人很常见的坏习惯，顺便呢教大家怎么用客语来形容这些不 OK 的行为也提醒大家要修正一下这些坏习惯哦。这些习惯呢，是不是做不得做 ？Let's talk。第1个，爱抽烟。4线枪好博烟，海陆枪好博燃，做不得咯，不可以哦。第2个，爱喝酒。4线枪好啉酒，海陆枪好啉酒，做不得哦，不可以哦。小酌怡情啦，好不好？但是饮酒过量真的会伤身体哦。来，第3个，爱挑食。4线枪好见识，海陆枪好港血，不可以哦，做不得哦。好的，第4名，大家猜猜看是什么？第4名是爱玩手机。4线枪好搞手机耶，海陆枪好搞手机，做不得，不可以哦。我真的会一直用手机我在睡觉前还会用这真的不可以要改掉。我觉得我好像鹦鹉哦，做不得咯，做不得。好啦，来听名第5名，爱吃零嘴。4线枪好食懒达，海陆枪好食懒达哦，做不得咯，做不得，不可以哟。吃零食是很舒压啦，但是如果你挑的是那种什么高油、高盐或是高糖分的零食，吃太多或太晚，其实对身体真的会形成动态感负担很大的负担。对，尤其是那个超邪恶的洋芋片真的是。最近我们还团购那个菜脯饼真的好好吃受不了，停不下来，做不得，不可以。好的，接下来第6名，我觉得这好有趣不吃饭。4线枪吃饭，海陆枪吃饭，做不得，还是要均衡饮食对，好，第7名，不运动。4线枪运动，海陆枪运动，做不得，不可以哦，做不得咯。再来，很有趣，这些排名好可爱再来第8名，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不睡觉。4线枪睡梦，海陆枪睡梦，做不得咯，做不得。第9名我觉得这很重要，不喝水。4线枪啉水，海陆枪啉水，做不得咯，每次多喝水，多喝水没事。你下次是在学什么广告？你真的蛮厉害的。好，立刻喝，立刻喝。对，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好的，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第10名，你是不是要配一下鼓声？手部，咚咚咚咚咚，来了，就是不快乐。4线枪快乐，海陆枪快乐，
真的。我觉得这太重要的，因为俩比改快乐是说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处在负面情绪，心情不 OK， 就连带会造成身体健康也会不 OK 哦。没错没错，我们抽。那这就是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10大不 OK 的生活习惯。各位朋友们，你们中了几项呢？你先算算看你好了，我看伊犁姐姐。好，我觉得我没有很快乐，我觉得我水喝的很少，我觉得觉也睡得很少。运动有啦，吃饭有啦，吃零食我有，玩手机有，玩手机我有，挑食我没有，喝酒我没有，爱抽没有。我有5项5项哦，好多，还有5红好多哦。然后健身没有啊，我什么都吃。爱玩手机有啦，吃零食，吃零食对。然后你运动吗？运动有一点点，一半一半，好算有。好，不睡觉我有睡6到8小时。不喝水我有喝水，很爱喝水。好，就这样，几个？3个。哇，好，凯翔算是比较控甜哈，好健康的。OK， 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嘞，走得尽量改掉这些不 OK 的习惯。从今天开始，大家一起努力吧。那现在等下嘞，再个强好嘞，复习一百，给你教个客家话来咯。爱抽烟，好不烟，好不染，做唔得咯，做唔对哦。爱喝酒，好啉酒，好啉酒，做唔得咯，做唔得。爱挑食，好见识，好干涉，做唔得咯，做唔得。爱玩手机，好搞手机，好搞手机，做唔得咯，做唔得。爱吃零食，好食懒达，好食懒达哦，做唔得咯，做唔得。不吃饭，唔食饭，唔食饭，做唔得，做唔得。不运动，唔运动，唔运动，做唔得啦，做唔得。不睡觉，唔睡夢，唔睡夢，做唔得，做唔得。不喝水，唔飲水，唔飲水，做唔得，做唔得。不快乐，唔快樂，唔快樂，做唔得。哦，这个真的做唔得。好的，聊聊汉语，大家好不累吗？大家学会了吗？今日节目分享到两篇，我们的剧透客语，很拜见，拜拜，拜拜。我刚刚有查到一个其实很不 OK 的生活习惯，让我很惊讶。什么？我快要惊讶死了，是不擦防晒。嘿，因为不 OK 的理由是如果不擦防晒让皮肤曝晒在阳光底下，除了有可能会晒伤，还会加速皮肤老化，产生黑斑。最严重的后果是有可能得到皮肤癌，所以其实很不 OK 嘿，そうですね。给我学大叔的爱哈。所以呢，我每天出门都要戴斗笠防晒吗？你是说立马吗？就是客家话斗笠立马。对，戴立马防晒，是不是很有客家智慧呢？我觉得立马防晒很酷我们是不是要教一下这个客语啊？斗笠的客语就是立马，海陆腔立马，所以戴斗笠马上擦防晒就是戴立马防晒。好，可以。可是呢，你知道吗？怎样？企鹅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什么意思？因为企鹅手太短，背都擦不到防晒，所以都晒黑了。好，拜拜，赶快跟大家拜拜，拜拜。Let's go。